因为大地震，这个花莲镇高仔的高仔农是损失惨重。吉安乡有一个木耳高寮，这个厂房和地震是摇到外窜，高仔包跌落去破去，太空包的损失大约是30-40万。请记者来报道。 木耳太空包破裂，散落一地，受强震影响，花莲吉安一处木耳香菇的种植场，10多个温室都是以棚架方式放置种植的太空包木耳苗。结果地震时剧烈摇晃，造成上头的木耳太空包将近40%左右全部散落一地，让菇农损失惨重。 都已经到膝盖，都已经在脚踝以上了。已经育苗的木耳虽然散落一地，菇农只好一个一个摆回去，但就怕混合杂菌或是破裂受损，无法采收完整的木耳。吴先生种植木耳香菇50多年，也曾经经历02、06大地震，但损失都没有这次严重，因为过去防震经验，将原本的木架棚改成钢架，隔网固定，但新温室厂区还是出现毁损的情况，也都变形了。这个部分都是。 这个变形较严重了，规拢塌陷了。菇农表示会努力恢复，也会从中学习经验。但原本预计采收的木耳损失惨重，目前损失光是太空包就大约30-40万，还不包括温室硬体受损。也希望农政单位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